各位兄弟，大家午早，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进入耶利米书做伙共读，咱要来请东方新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互咱做来祈祷，天父的天父，阮感谢你保守看顾，互阮一暝拢平安。感谢你，搁还新的一天。伫今仔日开始，阮要做伙来读你的话。求主你互赐阮智慧聪明，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你的教示。阮今仔日的路上，求你带领，互阮伫工作、伫学业、伫身体，拢有你的祝福，出入拢会当平安。但阮即时要来开始共读，你大声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多谢咱读这个耶利米书，一个真困难的，就是因为耶利米书无照时间来排列，做时咱会当对这个经章甲内容，甲提到这王的名，大家当做这个真理。耶利米书对第1章到第6章是约西亚做王的时，耶利米是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受呼调来做先知，所以约西亚王做王够18年的时间，所以迄当时的耶利米大约是18岁，然后到约西亚王18年以后，就差不多是36岁。所以咱读到第1章到第6章，大约就是一个耶利米。伊伫这20岁之前，时阵互上帝呼召，时阵伊所发出来的信息，总是这后壁一直持续，迄是一段，也是迄个分做几啊段，拢有可能。对第7章到今日要读完的这个第10章，是伫约西亚做约雅斤做王的时期，耶利米的信息，特别第7章到第8章。这是在伫圣殿的头前，上帝通过耶利米已经开始来登这个祭司的职，所来传讲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是一个上帝审判真严格的这个信息，总是一种的呼吁，因为上帝毁灭得要到。迄当时的耶利米已经超过36岁，甚至伫40岁左右，所以伊在传达的信息是比伊第1章到6章是更加来成熟。然后对明仔要看过这个11章到13章，因可能这无袂当确定，但是可能是这个登去到伫约西亚的时，耶利米的信息。所以咱在看耶利米时阵，咱也大概当有一个时间的参考，是互咱会当做对这个内容、甲迄个时代、甲迄个背景、甲迄个王，会当做这个连结啊。咱伫耶利米书中间，一个真大的主题就是上帝要毁灭、要审判。上帝要审判，主要两个方向，一个就是因属灵的淫乱，第二个就是无照公义来行。所以伫耶利米书，互咱看到伫南国也是北国，因这几啊百年的国家中间，不时就受到这个偶像的引诱。这个偶像伫咱今仔日来看，其实是拢亲像翁仔共款，无啥物好敬拜。但是伫迄个时代，其实因是迷掉人的心啦，互人的心受迷。所以咱毋是只有看到这个偶像的名，也是看到因的外形，是爱看到迄个安怎去迷掉这个上帝的百姓的这个心。所以伫现主时，咱这个时代，原来有真侪这个偶像，伊互人的心受迷，然后来离开上帝。所以这是咱爱敲吹、爱吹出来。每一个时代，也是咱家己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偶像的这个影响，互咱有可能陷落伫上帝伊无欢喜的审判中间。然后咱读的是8章到9章，讲到这个对这个犹太的旧言中间，因的错误的信仰，甲上帝要对因的降灾祸甲刑罚。然后今日咱是要进入到第10章，是在讲到这个偶像，甲因的敬拜，甲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以及这个犹太人因受掠这个情形，马上就要来到。咱这个时阵就来读今一段圣经节，但是咱来请丰盛长老，咱来对第10章第1节，来读到这个11节1到11节。以色列家啊，就听耶和华对恁所讲的话。耶和华安尼讲：
你毋通学列国的所行，也毋通为着天的条头来行行，因为列国为着这来行行，众百姓的风俗是空虚，因伫树林内插一丛树，师傅的手用布头做成衣，所做成的，因用金用银镶衣，用钉甲锤钉条，互伊无摇动。伊亲像车圆会跳，袂讲话，着人讲，因为伊袂行，恁无得惊伊，因为因袂讲才好，也无权通讲福气。耶和华，无啥物会比平得你，独你最大，你的名大，阁有能力。万百姓的王啊，之所以毋着有惊为你，这是下伫你，因为伫列国智慧的人中间，虽然有权威的，也袂比得你。因拢是愚钝无知，偶像的教师，不过是拿茶尔，有银拍几片，对贪死带来的。也有对乌发来的金，拢是师傅甲银枪的手做的，阁有蓝色、紫色的料做衫，拢是技巧的师傅做的。独耶和华是真的上帝，伊是我的上帝，是永远的王。伊一个受气就地就震动，伊一个痛恨，列国拢挡袂牢。恁就甲因安尼讲，遐毋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拢要对地上甲天下灭无去。以上。好，多谢。伫即个第10章，对前9章上帝咧讲，这智慧人毋通因为家己的智慧来夸口，爱知影上帝伊所爱的慈爱、公平甲公义哦。然后上帝要兴发的，毋是只有这上帝子民，连这埃及、犹大、以东、亚门，甲即个摩押旷野这无受割礼人，甲心内底无受割礼人，上帝也要兴发。即个心内底无受割礼，到伫第10章，就是咧讲到这拜偶像，特别是1节到5节，才咧讲到这拜偶像的人，因是因是学这列国的行为，看天上哦。天的调头，这个部分，这是巴克勒牧师的台语圣经，这边是现代台语2021年的这个现代台语圣经啦，咱当做一个对照。这个偶像呢，是互人心受迷，特别是人用金用银来甲伊包伊来雕刻伊，总是这个人的拢是出伫人，不管是这个偶像也好。是第30讲，这万民因所拜的这敬拜神的风俗这个风俗就是因所加做因拜的习惯，拢是无利益，无价值甚至第50讲，这个偶像呢，亲像刺龟远的稻草人伫第5节甲伫即个巴克勒牧师的翻译是讲车银的条，就是即个圆圆的柱子，伫现代台语来翻了更较生动是刺龟远的即个稻草人，袂惊袂讲话，就互人跟，总是毋免惊伊，因为伊袂当讲灾祸对第60到第11节，遮咧讲到上帝伊所期待真正的敬拜，所以60开始，讲到上主无人会当甲你比，只有你是伟大的，只有大权力万国的王啥人毋敢敬畏你，只有你应该受敬畏。来讲，所有智慧人以及有权力的人，拢无人会当甲你比拼袂当甲你比。遮要比的时阵，遮偶像变做是因拢无王无知。遐个偶像袂当互因什物教示，因为不过是插头。因则拍几片对银也是金对他斯也是金对乌发来进口，拢是师傅甲因枪所做。这他斯就是伫西班牙的所在，乌发就是伫即个印度的所在。
产金的地方，因上来到这，总是呢，不过拢是人的手所雕刻的。不管因穿什么款的衫，第10讲，只有上主是真的神，第2个是我的神，第3个是永远存在的神啊。所以这段呢，会当伫撒母耳上卷以赛亚书40章，拢会当指出。但是伫耶利米书第10章第10节，这句是今日这章的根据啊。上帝伊是独一真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所以上帝一个受气大，对就多叮当啊。上帝若发大受气，列国就拢挡袂牢。所以这个上帝爱耶利米，对这个万百姓来讲，遐个拢毋是创造天地的神明，拢要对天的对象来消失了。所以其实即马嘛无人在拜巴力，嘛无人在拜亚瑟啦。但是这个偶像犹原变做是无共款的形，迷惑人的心。人因为对明仔载袂当确定，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因要找一个看会到的。所以魔鬼就通过因看会到的、找会到的、看会到的，就来秘伫这个偶像的中间，来享受人对这偶像的敬拜。其实背后就是咧拜魔鬼，所以魔鬼来刺耶稣的阵，嘛是爱耶稣上帝囝来甲伊跪拜啊，就要享受伊世间的荣华甲富贵，总是拢是假，拢是一个欺骗，拢是卖空的诈骗集团啊。所以咱继续来看，这个半段10章，上帝因为因对偶像的敬拜，甚至唔知影敬拜真正的真神上帝，独一真的上帝，我的上帝，所以递到上帝各一摆来讲起，是一个结论啊。这就是对第7章开始，这个耶利米的圣殿的讲篇，然后的信息，最后的结论啊。所以搁请洪神长老带咱来读，对12节，读到最后25节。好，我来读。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展开这个天。伊一个出声，空中就有济水激动。伊互云雾对地极撑起来。伊为着好创造神啊，伊互风对伊的虎口出来。逐人拢有盾无知识，逐个人像拢为着伊雕刻的偶像来见笑。因为伊所做的偶像是假的，也无活气伫伊的内面，拢是空的，是白色人的所做。到办理因的时，的确受毒灭。雅各的婚约无亲像这个，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以色列也是伊产业的支派。万军的耶和华是伊的名。你徛起受为的城下，就对地人收拾你的物件，因为耶和华安尼讲：看，我这是要将这所在所徛起的百姓收出去，搁要困苦因，互因晓悟。19节，我有灾祸啊，因为我受毁伤，我的伤真重重。总是我讲，这是我的痛苦，的确着忍受。我的布被毁坏，我的沙拢断，我的囝儿离开我出去，胆拢无啦。无人搁搭我的布被，挂我的帐幕，因为牧者拢愚钝，无找求耶和华，所以袂得着亨通。因的羊群也拢四散，有风声看来啊。有大叫鸟对北方出来，要互犹大这个城趴远，做野狗徛起的所在。耶和华，我知人的路毋是对家己，行路的人也袂注意家己的骹步。耶和华，你责备我，着推中阔，毋通伫你的受气中责备我，然后互我归伫无去。愿你摒出你的受气，
是毋捌你的列国的顶面，以及无求叫你的名的特族，因为因吞食雅各，吞伊灭伊，互伊徛起的所在趴远以上。好，感谢。对11节到16节，这犹原是一个俄罗上帝诗。但是头前这是上帝通过耶利米所讲的信息。但是上帝在讲这个偶像，甲对上帝真实的敬拜，应该爱承认上帝是独一真永远的上帝。总是在20节，这咧俄罗上帝讲上帝伊用能力创造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天开强冲所以这段的俄罗呢，应该是对用人的角度来俄罗天顶的上帝，而且讲上主讲第三人称伊一个出声，上主一个出声，所以对12节到16节，这俄罗呢的回应呢，有可能是耶利米伊本身一个出来听到上帝的话，明白，然后发出对上帝的俄罗。所以这首诗12节到16节，短诗歌真有可能就是耶利米伊伫这个圣殿的讲道，然后对上帝的话，然后所发的一首诗一首的诗篇。这个诗篇其实在12节这章呢，伫诗篇的中间4摆，诗人来应用诗篇121篇第2节。诗篇124篇的第8节，诗篇134篇的第3节，诗篇146篇的第6节。所以这个10章12节这节呢，就伫诗篇内面出现4遍唔知是耶利米先写的，嘛可能是耶利米读过去人的诗篇。所以对这个诗篇，伊就开始发出对上帝俄罗。上帝安怎创造天、创造地，总是世间的人，亲像拢愚戆无知，这拍紧的师傅做这偶像，最后是互家己见笑，因为偶像是虚假，人是人踢笑的对象，刑罚一个到，这偶像就拢消失，包括挑起偶像的人16节讲到最雅各产业的上帝，这个伫巴克的牧师翻译做雅各的混业，所以这个呢，就是现代中文翻了加足清楚，叫做最雅各产业的上帝，拢无共款就是甲这偶像无共款，因为伊是创造万有的主，以色列是上主的子民，是上主的产业。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万军的统帅，所以这是咧俄罗上帝名，所以这也有可能是这个耶利米对这篇的信息的中间，伊发出来对上帝的一个俄罗，所以耶利米这个时期大约是伫40岁左右，40岁上下，还是40岁较低，但是伊原来坚定看到上帝，伊甲这四周围对像这偶像无共款，伊坚持上帝是万军的统帅耶和华。这个万军就是嘛表示讲，迄个时代的政治这个局势伫约雅敬做王的时代，检采真侪这个交战，一些埃及，一些是这个巴比伦，一些是这个其他的以东，也是这个摩押这个国家。但是只有因所带足侪军队来，但是只有上帝所带领的军队，才是因万军的统帅耶和华是伊的名。所以最后这段17节到25节开始讲到耶路撒冷嘛是这篇讲章的结论就是17、18、19，这个受围困的城的人就紧收拾你的行李来离开。上主讲这边。要将这个所在住民等协甲巴克的犯罪甲伊丢出去这个甩出去河本翻成抛出去也意思就是讲用那个甩石头的甩石器安尼嗨安尼个收出去甲伊等协甲的意思讲迄毋是石头，迄是人是住伫耶路撒冷的人，上帝要甲因摒去外口，甚至佫讲要甲因折磨。
互因觉醒哦，所以重点是觉醒，互因晓悟。所以咱咧讲悔改 SOP 第一步就是爱晓悟，爱晓悟，然后第二步就是爱落决心咯。即个因若无上帝无甲因弹出去的时阵呢，因就永远袂当晓悟。即个浪子的细汉后生若无互伊离开老爸厝阵，伊无伫外口食苦受苦难，伊嘛袂当晓悟。19节到25节，这称呼变做是第一人称啊。我有才气，现代中文翻做万灿啦，这是复数，把克列翻做是单数，原文应该是就是第一人称，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这就无共款的这个看法。总是就是亚利米，过一摆，伊登来到伊的心内底，因为7到10节，7到10章，就是亚利米痛苦啼哭流目屎啊。所以伊言讲，阮着伤，阮受的伤真重，毋过阮受这是阮着忍受的苦痛啊。所以这个若是单数的我，就是我，就是亚利米。若是复数阮，这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就是这个群体啊。所以伫遮两种拢会通，到底是亚利米伊家己的痛苦，还是伊咧指阮遮住伫耶路撒冷人的痛苦，拢有可能，拢会当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不管是伊个人，还是因群体的布边毁坏所断去，囡仔离开，甚至因伫这中间无有领导者，原文是牧者，无牧者来牧养因，无君王来带领因，无领导者来引带因，因为因拢无追求上主，无追求耶和华，所以无得到顺利，袂当得到亨通，所以因着亲像羊仔受赶线。这嘛是先知以西结受掠的时阵，以西结书第34章，嘛是有讲到这羊群甲牧者之间的关系。22节讲听咧，这是巴克利是讲有风声看，所以这句话本身嘛是同款。22节伊有两种的组合，一个是声音，所以现在中文是用听，但是伊嘛讲是一个消息，所以巴克利是用看。所以不管是听是看，搅乱对北方来，咱今朝北方就是咧指买这个巴比伦要互犹大城镇变做是风波，变做是豺狼的手。但是23节，加23、24节呢，这两个版本拢同款是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知，这就是指亚利米。人袂当决定家己的路，袂当控制家己的脚步。这伫箴言第3章诗篇37篇，拢是伫所罗门大笔的时期，伊就安尼来宣告。所以亚利米嘛知，因为这祖先列祖就是安尼来宣告。上主求你管教我的时，求你公道对待我，毋通互伫你大受气中，互我一无所有就是毋通互我变做归于无有，归伫无去，变做是空虚。亚利米伫23、24，这两节，咧讲主伊即马40外岁，为上帝所做工，毋通变做是空空，毋通变做是无彩工，就毋通变做是了然。愿上帝坚固伊的手所做一切的工嘛互伊当顺摊上帝所爱伊行的道路头前咱有讲第7章的时阵，上帝爱亚利米毋通来为这百姓来祈祷，但是亚利米表面上无祈祷，但是伊原伫遮嘛有看到伊偷偷祈祷，因为伊所做呢，就是伫遮为着遮人民，为着遮百姓，伊在传感，伊心为着因在流目屎，在哀哭，其实伊嘛是一个关心者失丧灵魂的心讲毋通互伊变做是空空。最后一节，求你将大受气摒伫无敬畏你的国家。所以亚利米嘛是期待因的国家会当变做是敬畏耶和华的国家。然后这个外族，甲无求叫你的名的民族，因吞食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后裔，
甲因完全消灭，互因徛起的所在趴远啊。最后这十25节出现伫诗篇79篇啊。诗篇79篇是一首阿萨的诗啊，亚萨的诗，这是代表迄个时期就写，这是在为着救主解救阮的国家的祈祷啊。但是这也是在讲起，不是亚萨的诗，但是有可能是这个利未人阿萨的后裔啊，可能是这个狩猎，归国时狩猎的时期所写的诗，因为伊在写着，亲像耶利米所讲的预言，这个国家耶路撒冷变做荒废的所在，耶路撒冷真正变做荒废的所在，就是爱到伫这个南国的最后，所以咱若看79篇，因这个诗人，伊毋是咧讲预言，这个诗人伊是咧看着，这个列国安怎来吞食雅各，安怎互雅各耶路撒冷变做是一个趴远的所在，然后60、70这个所在，就是拄则咱所读的这个25节，就是变做这2节，但是这个2节的后壁还有继续写落去哦，所以也是耶利米书无写到，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阮，求你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因为阮陷落绝望的地步。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恩典帮助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来救阮，赦免阮的罪。所以耶利米，伊如果是看这10这个7到10章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这就是祈祷啊，这就是祈祷。所以第7章开始的时阵，上帝讲毋通讲有因祈祷，但是到第10章要结束的时阵，耶利米嘛是变做一个祈祷，而且祈祷的后壁就是最后这79篇的8到9节，求你用伊的灵恩根帮助阮，为着你的名的缘故救阮，搁赦免阮的罪啊！所以泪眼先知耶利米，伊听上帝话但是伊的心嘛是甲百姓徛做伙，所以咱讲伊亲像祭司，是立伫罪人甲上帝公义的上帝中间。虽望伊的心要得罪，但是伊犹原是轻调上帝怜悯遮的百姓，所以上帝要要求的是行公义、心存怜悯，然后谦卑来甲上帝同行。所以我想耶利米就是一个互咱会当学习真好的典范啊。今日即章的金句其实有几啊句对第60到第10节。特别是第10节，这个所在讲上主是真的神，我的上帝永远存在君王。以及12节，这个讲到上帝儿乐，这是出自诗篇，到16节，到最后的这23、24、25，拢是真水的这个金句，互咱会当好好想，搁再想，甚至咱家画伫咱的圣经中间，家做记号落来。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phong神长老带咱来读圣经，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今日是10月初1，也是一个月开始。阮为着顶个月阮所经过日子来感谢上帝，也求上帝祝福阮对今仔日一个月开始，拢会当经历上帝你的恩典，特别伫10月的开始，也是家人教会真侪事工活动，也是遮要紧的代志。互阮拢会当经历上帝你的恩典，也互阮来孝念上帝你伫这59年中间的带领，互阮会当谦卑是行公义、心存怜悯，来谦卑甲主你同行。祝福阮今日一切所做甲所教的所在，拢有主你的同在。特别看过身心灵欠缺拄着忧闷的兄弟，也求主你亲自来安慰，也互阮会当彼此结连，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感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牧师平安。